讲马该师傅吧。有关甘蔗用的色，师傅有其七个看法。师傅，甘蔗来了。甘蔗暗虫，爱用办事嘞。呀，甘蔗运用办事啊，没办法嘞。师傅，甘蔗来了。好，唔错啊。用法唔错咯。其实啦，一甘蔗，像爱一节一节的食就错了。甘蔗色的一幕张一幕，按部就班。节节高升。